后来乡亲继续来看台北济湾发生攻击的事件了后，高雄举办着大型的活动，是加强维安。高雄大社的清芬宫让13年进香南巡，一透早宫庙顶头绕境肃福，所到的所在人是吵，有超过3000个信众来参加，总共是出动90外的警力甲民防义警，确保庙会顺利进行。乐高声闹热滚滚，威风的神轿对店后壁，新将色香花来迎接，祈求平安。高雄的大社今仔日早起就已经闹热气气，因为当地各头庙清芬宫加13档展开5天4暝进香南巡。活动第一天，集合49间宫庙，80组电头，伫街路巷仔照境肃福。估计参加人数有3000人。台北市发生随机攻击案了后，高雄大型活动的维安认定明显增加，大家路口拢看到警义狗的形影。目前看过都有7个警义狗。今日活动的第一天，隆重到90多位警力甲民防义警做伙执行勤务。重要入口会有警察，我们事先就有规划，有跟警察局都有沟通。最后一天就有差不多7000多人，有100多位警力会出动来维持秩序，因为我们人力众多啊。所以5天总共会走多长？差不多100公里。为期5天的活动，维安卖采用相关的规矩，要确保这场加13档搁在举办的地方盛事会当圆满成功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